我今天的行程就是野柳地质公园，然后再来下一个景点，我们会去那个十分瀑布。我喜欢出去玩，喜欢了解台湾的地理历史啊，我也想把那个台湾的美介绍给越南的朋友。Giới đi ăn cơm nhá. Lần nào cũng đòi về khách sạn. 我这团总共有24个人，我带最多的团员是40个。啊，我们会有那个团体啊，我们带最多的大概280个。Chỗ này ướt nhá, con kéo cao váy lên, kéo vai. Xin chào mọi người, tôi tên là Nguyễn Ngọc Anh. Tôi đã đến được Đài Loan được 15 năm rồi. Tôi đã kết hôn với người Đài Loan và đã có 2 con. Công việc hiện tại của tôi là làm hướng dẫn viên du lịch. Thì công viên địa chất Dạ Liễu này chia làm 3 khu vực chúng ta có thể tham quan. Nhưng mà khu vực 1, khu vực 2 và khu vực 3 là chúng ta sẽ vào khu 1 để tham quan trước. Ở đây là có đầu công chúa đấy. Còn ở khu vực thứ 2 là có đầu nữ hoàng. Và những cái đá của các ấy跟那个我的客人介绍啊，说地质公园是怎么来的。我跟他们介绍，这里是以前1万年前是很多那个火山嘛，火山爆发就是造成这个地质就变这样了。我们的团，对，越南。我的日常工作像带团的工作。当天的那个事前工作准备就是前天晚上我就要跟他们明天的行程是有哪些行程需要穿着是要穿什么或者要带雨伞雨衣还是帽子外套等等之类再来是我要事前就是先订餐厅给客人中午要吃午餐要吃晚餐我还要跟客人说我们过程当中去哪一些要注意安全什么要注意什么时间什么样然后那个我要控制的时间呢每个景点我要多久的时间哪里集合哪里上车这团这次来是目的是要来台是选美有马来西亚有新加坡的那个选美小姐来，最主要他们的目的是要做公益，那个所有的那个金钱都是捐给那个越南现在的越南中部的，现在越南中部有水灾所以他们想要做那种善意这个活动做公益的。được rồi, con nhìn đi, được rồi đấy, đưa chú cầm cho。当初是做那个外籍移工管理员就是我是单纯是当翻译啦在工厂里面管理那个移工，这种工作也不是很稳定，因为我现在结婚有小孩了没办法去配那么多时间在那边所以我会去选导游这个工作。讲到这个导游旅游这个行业我本身是越南人所以考这个导游证对我来说更难，因为我本身就看不懂国字我要慢慢去学，然后慢慢去看书。像我这张导游证真的很多人说真的很难考，因为这张导游证1年只有考1次而已。我真的很想考上，因为要带团它一定要有导游证。không sao, mọi người ngồi đi. Không, mọi người ăn trước. Dạ. Được rồi, đưa con lấy nhá. 我本身也有预算了，我说可能我这个要考2、3次才会考得上。我原本的那个心理准备就是这样，但是很幸运也是我的努力而来考1次就考上了。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因为我有结婚，有2个小孩
然后因为每天工作回来也是要为了那个小孩写功课，也要帮忙看帮忙家里的工作。我自己定的一个目标啊，就是我一天最少要用2个小时去看书，连去厕所也拿进去看一下。我说，我老婆说你去厕所要进去那么久，我带书进去厕所。在家里的时间，我会至少要用4个小时上面去看那个景点的资料啊，历史、地理啊，我会复习很多啊，因为有一些景点我有看过、有学过，但是如果没有带过，才会忘记。还有其他的时间啊，比如1个月如果我带1、2团的话，剩下的时间我会去外面呢。现在政府单位啊，像很多那个上课不用钱的嘛，我有时间也会去参加，或者那个中华民国的观光导游协会也有那个一些课程啊，就是关于导游的工作啊，我会去上课那个也是免费的，很多都是这样的。我要去我岳父家，路程大概10分钟而已我去我岳父家是去看他一下，因为我平常带团也没有时间有时间就去看看他他现在年纪大了。你还睡觉你中午吃饭了吗？是了。这次是我岳父他今年70岁了，因为他现在没有上班嘛，在捡做回收，一般都是纸类纸铁都有收还有罐子、瓶子也有收。这里住户也是有回收的，是拿来这里放。不是这样子。今年最不好。怎么说？东西全部成便宜就全部就进口了价钱最好是桶子最好桶子共计100口，你要摸桶像那蛋糕那种叫铁就共计3口像那种就共计5口一点点都是在卖摸10口做惯就好了，为了20盘，马个都做的事。做这个回收也赚一点钱嘛，偶尔现在出去骑摩托车也要加油，还是吃个便当他都是这样做。这个还有用吗？有现在还在装水。本来那些全部按摩成熟，现在做好少，是按摩成熟全部按下做。他东西多一点，他就会来帮忙，都是他自己来那时候那个乐器说他在跟那个玉英交往的时候，觉得可以吗？生爱不一样了。
刚开始他不同意了，将该安全，搞到我也去安全的事。他是被那个越南人骗走啊。所以你那时候有骗你老婆吗？没有啊，从来都没有骗过啊。其实越南人人又好人唔好，台湾人人脉穷穷又好又唔好，啊，不能在市场去买饭煮嗰只越南嗰只，表面上是當好，但佢性格唔好啦，認為好佢本該裡面所做到，佢愛向愛妹那佢假結婚。我講做唔對的事，佢愛向愛妹那個假結婚，我講做唔對的事，所以我說越南的也有好也有不好的，主要有錢沒有錢是另外一回事，一定要有一個家庭要有負責的觀念。我们交往是6年了，大概3个月。那时候刚开始慢慢接触我老婆家人的爸爸妈妈嘛。刚才爸爸就有讲到一句那个卖地瓜的有没有？那个故事是为什么让妈妈就是不相信越南人，就是这段故事的意思啊？因为他没有接触到其他的啊，他第一次接触到越南那是一个骗子。对啊，他就变成是会有恶感了，那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会这样。我跟他交往是真的，我不是来骗什么，因为我用我的认真、我的努力去工作。为什么我遥远从越南来到台湾？因为越南那边落后嘛，钱领很少。当时以我的能力，在越南的，我大学毕业出来1个月3000块台币而已，我来到台湾就领到1万多2万块，所以就确定来台湾。来台湾刚好可能我们有缘了，那就慢慢交往。就是没有带团有空的时候就会来买菜啊。肉类家里都有了，所以只要买青菜就可以煮一煮来吃了。因为煮越南菜就要清淡一点的，不能太油腻啊。因为小孩子5点就下课嘛。就是从家里到这里买菜，买完了再去接小孩。学校在附近而已啊。如果我们2个人2个夫妻都忙呢，就是那个我岳父会帮忙带，或者那个大姐去帮忙载。那个我老婆家到这里附近了，都是兄弟姐妹，都是在这里附近而已。我先上去吧。平常是我老婆会煮比较多啊，可能是工作的问题啦。工作是我很少在家啊，如果2个同时在家，可能是我煮啦。因为我老婆也喜欢吃比较清淡的啊。台湾吃酱油嘛，啊越南是吃那个鱼露，对，像这个就有差别，就是一般台湾一般是越南的。我现在只有两道是用炒的，空心菜也可以汤也可以炒，但是
像我岳父比较喜欢吃那个去炒的，或者小孩也喜欢吃炒，就用炒。像我们两个，我跟我老婆是用烫的比较多，烫的都可以吃的。妈妈玩，妈妈玩。我算的好准时哦。我老婆啊，就是月景是公司是5点半下班，回到家大概6点40了。这是我讲过的。我要快点吃饭啦！吃完饭要吃水果啦，知道吗？我爸。哎，过来。那我们的一般的生活都是这样的那个一个环境啊，注重那个感情啊，就是一起吃饭啊这样子。因为现在台湾人很少有这种就是全家吃饭的，应该很少，因为可能是工作问题啦。啊，我要补充一下那个，我老婆是那个客家人，但是她不太会讲，就是会听一些啊，但是不会讲。因为我爸爸他们以前就没有在教我们讲啊，所以这时候我会听他们讲话，但是会听多少会听得懂一些。珍珍，你现在上几个社团？没有上。没有上啊？你不是上体育班吗？对啊。好几个小时都在看书，那你数学会不会很厉害？还有发呆。那数学很厉害。你还有时间发呆？婚前跟婚后的话，其实没什么大的差别，差别在哪里啊？有变胖。因为我有养比较好。帅啊！以前个子瘦高的，你就帅啊。那也是都是附加啦，就是像要出去呀，哈，都会以小孩子或以我们为主，但是我们要去哪里，然后再出去这样子。但是我们在一起交往了4年多嘛，之后才有结婚啊。然后我就说，有跟我爸爸妈妈讲啊，我们要结婚啊，可是要先回去越南办嘛。他当初反对的原因就是第一个，他是国外的；第二个，那他台湾没有钱、没有房子、没有车子，所以妈妈会反对。那我跟妈妈讲说，他在台湾没有，不代表他在越南他们家没有；他在台湾没有，不代表说他不会买、不会有。他也可以工作啊，他也可以买我们自己的房子，像我们现在有自己的车子。那房子当然是还要再准备多点钱，才不会有那些压力在。他就觉得，那你自己选的，你自己想清楚，以后的路是你自己要走。不要说过得不好再怪谁这样子的。刚开始认识月景的时候啊，就是第一次见面啊，我就会感受到哦，这个女生应该不错啊，因为我会感觉到是哦，这个女生很老实啊，她也还没有责任感的，就是像我们就是做的事情或者我们自己讲的事情都还蛮合得起来啦。如果以后是当我老婆，一定会有负责任的啦，就是对家庭对老公负责任的，会照顾小孩。妹妹也被蛀牙。老师说我字很漂亮，就一个注音错。好，所以像我比较深刻的是努力赚钱，不会像别人说赚了就把它花掉，赚了就把它花掉。像我们在还没有结婚之前的话，他赚了钱，他是真的寄回去。可是当我们结婚之后，我会跟他讲说，你是不是要把钱放在家里这里，放在台湾？因为毕竟我们结婚，我们有小孩子，那我们是不是要在这边你钱都寄回去越南的话，那我们这边生活怎么办？因为他也是男生，他必须要负起责任，照顾家里，照顾小孩，照顾我。后来他也就认同我的说法，他就是真的是放在台湾这样子生活这样用，然后这样存钱啊，然后这样子花费在我们身上，就让我觉得有安全感。不会说，因为我以前有怕被骗说，哎，他搞不好跟我结了婚，拿了身份证，然后他就走了。那我们遇到一个缘分，等于是做一个缘分，等于是你在赌啦。
nhà vào việc đúng cái câu này nhà vào việc 要泡吗？要泡水。 cái này chính chiếu mình bị台湾热闹了， 怎么说？ 热闹啊，小孩子很表演啊，然后怕那个糖果，很热闹，很热闹了，比你们还热闹。在这里只要有烤肉，台湾都是烤肉，也不能吃火锅这样而已。 当时我来也是因为我们家三兄弟啊，我爸爸妈妈他还是希望，那时候是希望我们有没有不要留在那里，有机会就赶快飞出去，这样比较对我们未来比较好。因为越南那时候是传统还是爸爸妈妈全部赚钱为了小孩而已。我来台湾也是要花一笔钱嘛，来台湾也要花，因为 以前就办手续很难办了，然后要花一笔钱啊，他没有现金嘛，啊，不爸爸妈妈还要去跟银行借一笔钱嘛，让我们来这边上班赚钱。我来台湾是民国94年，啊，96年都大弟弟就来台湾上班也赚钱。我花了12年了，在越南。对。那你为什么不回去住呢？还想在这边？ 还要想赚，因为复试现在比较好啊。现在最难。你还就这样。那房子谁住？你现在有2个房子，租给人家吗？对啊，是爸爸妈妈，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哇，厉害！在我在那个英哥那边工作，然后如果我休息的话，如果第一次是来讲哥哥跟他的儿子，然后如果有朋友的话打电话。 有事的话要去好在那边接朋友。像我们两只都很黏我弟弟啊，对啊，所以很黏他，因为他常常陪他啊。有时候我带团他，就是礼拜天休息也可以来找那个小孩啊。所以他是一半的时间给朋友，一半的时间都给家人。 rồi ai ơi nắng nắng lên rồi dậy mà đi đã ai ơi rồi mà vẫn chưa dậy gà chưa đủ đúng không mình kéo rèm vào cho ánh sáng nó tràn vào trong đi mang theo ô这本是平西老街嘛。 台湾跟越南相同的那个习俗啦，越南也是一样，他也会放天灯，啊，越南的客人来这里也是看台湾的习俗是不是有跟越南一样，而且那个意义是一样的哈。这个是我们公司是都有研究啊，公司有研究这个行程哦，他想要知道越南想要什么。 他想要去哪一样的景点，然后就推广给越南那边啊。越南那边会有那个评比嘛，评比哦，说这个景点很多人喜欢，他就排这个点让客人去选啊。很多人选的话，就变成是这个景点也是其中之一。旅游这个方面是它有淡季跟旺季，比如越南客人，第一个就是放暑假，小孩的放暑假，爸爸妈妈或者都是家庭都想要出去国外看一看。第二个就是元旦跟那个农历那个过年了，就2个就是这样子。旺季最多的时候，我记得5团啦。 舞团就是整个月的。Nào còn mặt này ai chưa viết đâu? Đều có bút viết, mình cứ viết lên. 也有那个淡季的时候啊，现在客人也比较少，最明显就是那个陆客嘛，啊，那个越南客也比以前多了，因为那个签证的问题啊，签证啊，政府开放签证比较好办，所以那个客人只要申请签证
跟那个旅行社去签约申请签证，合格就可以去来台湾旅游了。以前的签证很复杂啦，就是还有手续很难办。最近几年政府有开放一个新南向政策嘛，比如是越南客人的从2017年到2018嘛，是增长了28%，所以是算很多啊。为什么这样？第一，越南的经济方面比台湾落差还是很远的，但是现在刚好起步了，越南经济起步它也生活品质也很高，他想要来台湾看台湾是怎么发展的，来看台湾越南没有的东西。我目前带团的都是越南的为主偶尔会帮忙带其他的团，比如是柬埔寨，每个导游都特质不一样。khi mà mình viết xong rồi á thì lại sẽ có。如果让客人觉得信任你有安全感，你第一个是要补充自己的，像每个导游都一样，客人来这里，你要当客人的朋友去分享。trên đây gọi xuống là chỉ còn 10 phút nữa rồi là sẽ đi hát。一般的我带团是一个导游是够这一团是比较特殊我也请我的同事来帮忙还有旅行社经理也有来参加这个活动，也有支援。因为我也喜欢到处旅行我也喜欢旅游业我已经来16年了，对，还蛮久了。算是导游来讲，他是还蛮有耐心，然后还不错的一个导游。然后他个性也很温柔，然后就带团来讲，他有那个经验，客人就很喜欢他。hoặc là những cái hình dạng nhìn cái hình thì hình con chim rồi các。我来台湾是从2006年就是进来台湾读书，现在目前的话是在办公室处理事情比较多，因为是全部导游或是那个行程全部都是我管的，对。我们会看这个团他来台湾他的目的是什么，像是这团比较特别的话，可能是乌鹰，因为是阮鱼鹰，它是一个它有参加很多很多活动，它也有懂很多是台湾的那个法律，所以我选是阮鱼鹰比较适合这个团。Về khách sạn mà em. Ôi trời ơi.你们有东西送给爸爸吗？还是在我带你们？他跟我说没有，宝宝没有礼物哎。我们今天要去哪边庆祝哥哥？我们去桃园唱歌，对不对？对。我们今天去帮我老公庆生，都是他的同乡，都是越南人。西装。不用了，你看穿，唱歌唱舒服好不好？24。今天是别人唱给我听，不是我唱给别人听。好。好，开始了。来跳舞来，快点，妈妈叫你跳舞，快点。你让每个人都变得有意义。生命中的爱永远不离不弃，是我的小人云朵，就像天边最美的云朵。春天又来到了，花开满山坡，种下希望就会收获。我今天请来的都是属于都是跟我比较好，就是变成是好朋友啦。像这位姐姐是在司法通译那个协会里面的一个主轴她是看过了吗？对啊，我看过了这我也看过了。她是就是你讲的那个对不对？对，阿恒。阿恒，就是你说网络上那个很红嘞。对啊，因为我说网上，我就想说应该是他。
他现在越南，我们越南你也是他的粉丝吗？啊，那一定。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对不对？哦，对呀、对，她都是女生，但是嫁来台湾的几乎都是女生。对对呀、她的朋友出去都是女性居多啊，我出去我的朋友都是男性 Đây 居 là vợ 多。 anh, là người Đài Loan. 越南人其实他们蛮喜欢聚在一起，很多人聚在一起吃饭、聊天、喝酒。就算你不认识，可能我认识这个朋友，可是他朋友不认识，但是如果带过来的话，大家一起坐一坐的时候，讲话讲一讲之后，哎，可能就会认识了。他这样子去，就是朋友圈，就是周遭都是女生的，我不会怎么样。第一个，他周遭都是女生，也是因为工作认识的，不可能路边拉一个就认识嘛，对不对？就是朋友嘛。你朋友他也知道，因为他也知道他有老婆嘛，我对他有信心啊，对不对？因为他是我老公嘛。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笑笑。祝你生日快乐，家长，耶！因为今天爸一晚上如果是所以也要许愿哦。许愿呐，好许愿，那许愿哦，这样不行，讲出来。来大家读，3，哇，你看怎么样？这个是红珊瑚，是台湾之宝，红珊瑚。今天他生日，他想说顺便送我礼物，你看。因为他们的生日我也会常常去啊，每个人我只要有时间，我就去参加他们的那个生日派对嘛。但是我有跟我老公讲，除了平常工作之外，你们这样子常出去花费多的话，会对家里有点负担。我就觉得他说你可能有些重要的你去没关系，因为怎么可能不应酬，不出去跟朋友吃饭？因为你工作也是要靠大家一起这样子朋友去介绍之类的。但是有些不必要的，可能就是去吃饭聊个天，你干嘛的话，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这么长。你现在结婚，还是要以家庭为重。这个10月份啊，公司在排一团嘛。哪一个？23号嘛，23号到27。到27，礼拜3到礼拜天。对。因为现在他做导游业的话，本来这种行业就是比较不稳定，有时候很好，一个月可能好几团，那有时候不好，可能一个月是1-2团。那当然就是要好的时候，他的那个经济的时候，可能就是去补缺那个不好的时候。应该说，如果现在是说比较固定的话，应该是我啦，因为你要固定才有办法成经济的来源嘛，对不对？他赚钱可能多赚的时候，那我会把它就存一些起来。那当需要的时候，我就把它拿来用。如果像跑比较少的时候，我们不够的时候，也会把它之前跑的，就是带团的比较多的钱，就是拿来支出这样子。因为靠我一个也是真的会不够的，因为我们还有小孩子要养，生活费，对不对？还有房租啊。我们这个房子啊是跟我大姐租的，租房子算我比较便宜，就是说她水电就是算她的。他只跟我说房租钱1万块这样子，会有压力的啦。像我们之前刚结婚的时候，小孩子那时候也是花费很多，然后就是几乎都没有存到什么钱。我们之前也会为钱常常在吵架，就说为什么？他说为什么钱给你管，你都没有存到钱？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那个家里可开销有没有零零散散的，我没有想到那么多是花100多块、200多块那种，真的很多，你知道吗？一个月下来真的很多，因为我们是有小孩，他有花其他的费用啊。然后他真的他会写呢，他一阵子他会写下来，我就看我吓死，我说那真的不够呢，再多也不够。慢慢才了解真的是因为人家赚一个月10万也不够，我们赚一个月3-4万也不够，为什么？差在那个生活品质。那我本身就是想把我们家庭的生活品质提高，所以有时候花费花到没有想到明天，你知道吗？所以变成花有点过头，就变，因为一阵子我会说好，我来管钱，
对啊，但是其实吵一吵，他跟我说他牵狗，我说好，你拿你去管。其实没办法，因为也管钱很多都是那个在树上面学啊，真的没有用啊，你知道吗？当初我们会搬来这边，就是在龟山，就是想说不要跑太远，是因为我跟我老公讲的啦，因为我说在住在龟山，离我家里的人比较方便，因为爸爸一个人在家，如果有事情的话，我们比较方便啊，他不用跑太远，他回娘家也近了。那如果说要回新屋拜拜的话，要是我们两个都休息的话，那我们就2个会一起去，然后帮忙载爸爸回去拜拜啊，或是说家里要干嘛帮忙之类的。不要看，先上去。走喽，我们出门喽。我们要去哪里啊？今天礼拜天哦，天气不错哦。你看，我们要去载阿公，然后先去新屋拜拜哦，好不好？拜好之后，我们去海边哦，好不好？要快一点，不然要下雨了。妹，你在哪里？因为上次新闻有报会下雨。你们 hello 一下。Hello。看爸爸今天休息，好不容易礼拜天有空和我们可以出去，而且天气好，对不对？这个不会很热。当初我来台湾，也不知道台湾有米兰人、客家人、汉人还是都不知道。后来结婚了，才常常去那个基督堂那边啊。之前的话，他都自己开车去啊。他年纪大了，开车远路都不行啊，因为他眼睛不太好了，所以去新屋拜拜的时候是都我跟我老婆是轮流啊。就是安排的。这里是新屋的那个范江祖先的那个祠堂，我带我岳父跟我老婆跟小孩来这边拜我岳母啊。这是什么？哦，跟他们讲话。对。我岳母刚开始，因为我感受到我岳母对我们很好的时候，有没有？自己也会感觉，因为我那时候那一段时间也很忙啊，都常常加班啊，他也会像我老婆那时候生小孩，我岳母跑到我家煮好饭啊，煮好东西给我老婆，然后他就跟我说不然现在他带过去给我老婆，叫我在家里休息啊，因为隔天还要上班啊。就是受到他们这样的对待我，就那么好这样子啊，有时候也很感动啊，也觉得是他也是像我就是亲妈妈一样啊，因为照顾儿子啊，就是会感受到这个。当然是现在是他虽然已经过世久了，但是我们想念他啊，为什么啊？我们也常常会也是来拜也是我们现在只能做是这样子。那个感情就是放在心里。拜祖先，拜阿嬷。拿好了。我们在越南也是也有拜香，也有用手拜也有拜祖先啊，拜神仙啊，跟台湾的那个文化也是相同啊。那在越南也会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祠堂，有，就是大家家族都是。至少有一个，每个家族都有那个。这个是我说的是，这家公司陈志仁的共产的历史庄，要买东西你还去查要全部人介绍清详是做。我反映在1854年起了共产，那共产起了差不多200年嘞。也係鑽牙、用牙、封牙魚嘅鑽，封鑽魚嘅石標嘅態度全部態度帶來給吹了。所以我嘅祖先范仲淹，大家都知道嘛，范仲淹以前他當過宰相，我嘅屋長可以起橋所以起咗變成一個非常正嘅信物。
大家走走撑起了，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看幸福，所以俩变得我幸福乡的乡名啊。讲喺反乡呢，吼，北卡上自重呢，很多都在那附近吼，才爱交通运主讲呢，吼，改革以后去上海两个城市上路，也非常的同时，然后呢，去状态以后呢，老大去做上强，老二呢，阮就讲呢，去做上海phạm啊，平海phạm上的后裔，然後呢，阮就講佢狀態有拖太太以後呢，叫五屆來上三屆上強呢，對主公也過嚴的，三屆上phạm對後續也過意不去，所以呢，佢強表來phạm的後輩是phạm強的由來，從該相時就算產生了，然後第二種來phạm強有。去10一些才有范江的产生哦，你呀行到23歲的哦，所以范江的像的保恩像哦，安的由來。好啦，我们现在去在新屋这边拜好了，再去海边喽！我要去海边喽，去玩。乖乖的，现在去海边才刚好，它不会有太热。看那边好漂亮。你要去竹尾渔港呀？哎啦，在竹尾渔港啊。终于可以玩沙了，我更喜欢玩沙。然后一直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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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又不会有石头，对不对？平常我们如果假日休息，我们也会带那个小孩出去嘛，比如去竹尾渔港，还是巴黎淡水啊看，但是几乎都是小孩比较喜欢去那个竹尾渔港啊，因为他那边可以玩沙、玩水。我现在目前这个生活也是在我计划里面的，也是我想要这种生活啊。在台湾啦，人权也很好啊，台湾环境也很好，所以我想要的就是这种生活，但是我还要更好，所以我必须还要努力更多。我也是算台湾人的啊，我生活都是在这里，我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但是目前我们都是还是在台湾啦。还没有打算是去越南干嘛，因为我们是每个小孩都想念爸爸妈妈，那是应该的，是正常的。现在爸爸妈妈快老了，没有人照顾我弟弟老了要照顾。他一直说，因为想说哥哥是我已经在这里了啊，现在爸爸妈妈年纪也大了，他想要回去跟爸爸妈妈一起住。才比较有那个时间去照顾。想念当然会啊，每个人都会啦。但是工作忙的时候都忘记啊，闲的时候就会去，所以都有至少1年有1次回去看他们的。一般的跟台湾人以前是一样啊，长子都是照顾。那个整个大家庭的那个事情啊，越南也是这样啊，但是现在比较好了，现在都是谁比较方便就是谁做啊。这边是多少？这边应该有200。300了。这边有300吗？对，他现在想要找比较有能力的那个导游，越南5名。要跟着他，不是他。关于我老婆的方面呢，因为我了解她的个性，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也是一样，她会了解我在想要做什么。因为我曾经有跟她说，我会努力，不会让她跟小孩会受到那么辛苦。所以目前这一阵子，因为我们刚开始起步
一定会很辛苦。我知道他也压力很大。我选这个工作不是稳定的工作啦？我知道他的心里的，他不说出来而已，但是我会感受到。mọi người và bây giờ rồi nắng đẹp thế này đúng là。对于我老公现在，因为他是当导游的话，他的收入不稳定。如果说我不要太长一段时间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我还是可以应付得了。我现在选择他，我对他没有信心的话怎么办？那表示我们后面就走不下去了。你夫妻就是一起工作嘛，赚钱啊，不是说各过各的。有家庭有小孩，当然就是一起为家庭为小孩子这样努力啊。Để chúng ta lên xe di chuyển sang một ngọn núi khác, chúng ta tham quan。我来台湾15年了，然后台湾也是我的第2个故乡嘛，因为我老婆、我小孩都在这里。最重要的工作也很多，那个机会赚钱也很多。最主要的我也要学习，在台湾我学到很多东西，所以这几点合起来，所以我就是开始就去了解台湾，就是越了解越爱上台湾，就是变成我现在是台湾人，我就是住在台湾。Tôi đến từ Việt Nam và hiện tại tôi là người Đài Loan. Chào anh chị và các cháu. Chúc anh chị sức khỏe, công tác tốt. Thời gian gần đây công việc phát triển vẫn thuận lợi chứ ạ. Gần Tết rồi thì sắp xếp hai vợ chồng đưa con cái về thăm ông bà và gia đình ở Việt Nam. Ngọc Anh à, các con đi làm về rồi à? Thế năm này tình hình sức khỏe của các con thế nào? Có khỏe không? Thế đến Tết vợ chồng con cái có về cả cùng với cụ với ông bà không? Về cả tất cả gia đình cho vui nhá.